13號係棕枝主日，英文叫做 Palm Sunday， 亦都稱為棕樹主日或者基督苦難嘅主日，因為主耶穌基督喺本週被出賣、審判，最後被處十字架死刑，係主復活節之前嘅主日，亦都標誌着聖週嘅開始 Holy Week。棕枝主日呢個名字係嚟自呢一種揮舞棕櫚樹枝嘅傳統，象徵住勝利與和平。有許多不同宗教嘅教堂通過特別嘅儀式、遊行同埋棕櫚葉嘅祝福嚟慶祝呢一日。呢啲棕櫚樹通常都係由崇拜者保存，然後焚燒而產生灰燼，用於第二年嘅灰燼星期三，叫做 Ash Wednesday。棕枝主日係紀念當日群眾以棕樹枝歡迎耶穌基督，以及耶穌基督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嘅事件，係基督教嘅節日，落在復活節前嘅星期日。佢紀念耶穌基督凱旋進入耶路撒冷。呢啲所有嘅記載都喺四福音書中有描述嘅。當主耶穌進城嘅時候，人群喺路上放上棕樹枝，大聲咁讚美他，承認佢就係我哋嘅彌賽亞。棕枝主日係我哋嘅主最榮耀嘅日子，佢騎着從未被人騎過嘅小驢駒，喺門徒嘅簇擁下，受到群眾嘅夾道歡呼。門徒把自己嘅衣服鋪在驢駒嘅背上，群眾把衣服鋪在路上，並且他們手裏攞着棕樹枝，高唱浩沙那，前呼後擁，好像迎接君王一樣，把耶穌迎接到耶路撒冷。因此呢一日又稱為榮耀日，亦都可以被稱為棕枝節。有好多教會喺棕枝主日紀念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，民眾都呼喊浩沙那嘅盼望之日，同時亦都係耶穌受難前嘅最後一週，即將受難嘅開始。喺約翰福音12章13節嗰度咁樣講，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，就攞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說：浩沙那，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。耶穌說完了這話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將近亞伯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那裏，就打發兩個門徒說：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，進去的時候，必看見一匹驢駒綁在那裏，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，可以解開牽來。若有人問為什麼解他，你們就說：主要用他。打發的人去了，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。他們解驢駒的時候，主人問他們說：解驢駒做什麼？他們說：主要用他。他們牽到耶穌那裏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穌騎上。走的時候，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。將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欖山的時候，眾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，
都歡樂起來，大聲讚美神說：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處有榮光。眾人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夫子，責備你的門徒吧。耶穌說：我告訴你們，若是他們閉口不說，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。以上我讀過一段，就係喺路加福音19章28至40節。從呢一個棕枝主日開始，教會嘅傳統將進入耶穌一生中最後嘅一週。我哋將呢一週稱為受難週，而棕枝主日就係為受難週嘅第一日。棕枝主日對於基督徒同埋我係有啲咩意義呢？以往有好多時候，我都不禁會對自己話：上帝不再用我啦，因為我又沒有受過高等嘅教育，我嘅情緒同埋靈命時時起伏不定，我就好似一隻驢駒，好似冇用咁樣，多過一隻有用嘅馬。但係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嗰度講，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林前1章27節，能夠使呢一隻驢駒有用，唔係在於我哋人類，而在於耶穌嘅門徒說：主要用它。當我知道主亦要用我嘅時候，去服侍其他人，做主嘅工作，我就唔會再自卑而逃避，不被主用啦，亦唔會覺得自己係冇用嘅一隻驢駒。如果大家對於棕枝主日同埋基督教嘅信仰有咩問題，請大家留言，我會盡快為你哋解答。喺置頂留言有2條 link， 一條 link 係英文版嘅好山拿，另外一條 link 係華語版嘅好山拿，請大家按入去收聽收睇。多謝大家，神祝福大家。